跟外送平台有关系话题，有人倒开，就是为着要倒一口气。台中这个李先生用外送平台点一份牛排，想讲参他妈倒酱愈济愈好。结果一个送到位的时，真是规底牛排拢全酱料。点完，搁伫咧餐客啊顶面写讲敢有够，若是无够，下一届再搁讲。李先生认为讲，互人呛住，店头知影消息了后，随咧人面册铺文回甲赔，讲嘛已经处罚这个员工，会搁再加强员工的训练。 阿爸拍开准备要开始食，毋过哇，那规个拢是卡马豆酱，无斟酌甲看，佮叫是这是2包饭，毋过其实这是一份牛排。那安尼店员佮伫阿爸顶下用黑笔写讲有够无？若是无够，后盖则佮注明一个，互收到牛排李先生规巴肚火，伫人面册铺文讲，送外送的甲伊提醒，店员卡马豆酱加真济，感觉是挑工的。啊，互伊上无法度接受的是外口写的字，哪会食这个牛排，卖互人呛声？那个洞口有问题吗？还是故意整的呢？要看吃的人是不是要这么多，有一点整他吧。如果放在塑胶袋里面自己加的话，这样。 也是可以的。头家知影了后，随铺文回释咧，强调员工毋是挑工要共创治的，佮甲李先生点菜菜单摕出来，顶下确实有写卡马豆酱愈济愈好。啊，员工做即款的代志，头家强调已经检讨，嘛有甲处罚啦，佮答应讲未来嘅酱料会另外包。民众巴肚枵叫外送，结果煞看到即款的牛排，安尼上食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